简单来说，未来银行可以帮你开设一个就是加密户头，让你去做加密货币的这个存储。像是比特币跟以太币，如果你买了，你想要让银行帮你管理这个资产，那银行可以做得到这件事情。那如果你未来想要开设一个新的钱包，然后作为这个就是基金使用，银行可以帮你做这件事情，而也一样可以帮你就是做加密货币资产的管理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是因为大部分的资金现在在传统银行里面嘛，那他们也许不需要这个加密货币世界里面的这个去中心化，或是自己管理自己的资产，他们还是喜欢让别人管理。那在比特币慢慢变成需求的一个情况下，大部分人也会去想要配比一点比特币，但他们可能不会去想买就是比特币 ETF， 或是去加密货币交易所上面买比特币。那这个时候，银行拥有这个权利去帮大家做资产比配的时候，他们自己自然会去买入比特币，帮他们的用户买入比特币。